各位觀眾，我哋今晚嘅節目嘅主題咧，係想同大家談一談最近咧有一件好大受爭議嘅事，亦都好嚴重嘅事。所有細路哥讀大學嘅家長咧都會好注意，呢個就係 SAT 嘅問題。咁啊，大家都明知道 SAT 係乜嘢啦，係咪？而家入大學嘅中學畢業嘅細路哥咧，個個都要剔嘅。啊，呢一個咧分兩部分㗎。啊，每部分係800分，咁啊夾埋1600分，考到1600分梗係好啦，考唔到嗰啲點算咧？咁啲父母咧都係好擔憂嘅。咁最近咧仲加上咧，加省大學即係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就話咧取締咧，利用呢個 SAT 嘅成績咧嚟到做評估咧，接收呢一個中學生咧入大學。咁啊，由於咁嘅理由咧，呢一個做呢個 SAT 嘅監管部門啊，同埋主持部門咧，就開始準備改革呢一個 SAT 考試。咁佢希望咧喺2005年啦，就將由而家嘅2部咧改為3部。咁每部800分咧，即係足分嘅時候咧，就要2400分啦。但本來都冇乜所謂㗎，2部改3部，咁點有咩爭議咧？就最大問題咧，就改咗其中有一個部分咧，就話要25分鐘啊！啲細路哥咧要寫一篇英文文章出嚟，嗱呢一部分咧佔1/3嘅分數，話係好重要嘅。咁好多人就話咧，咁啊對咧呢個移民嘅子弟咧係唔公平。咁啊環繞住呢個咁樣嘅情況，我今晚咧同我2個朋友啊，陳志雄律師啊，同埋阿 Fanny 咧，大家談一談。Fanny 啊，咁你係媽媽嚟㗎，係。咁啊，你都有細路哥讀大學或者就嚟讀大學㗎啦。咁你嘅對呢方面睇法點咧？我有咁嘅經歷同埋即係咧。而且我仲有一位咧，係明年就要係 senior year， 所以咧係真係處在其中。不過咧，當然呢個2005年先正實施咧，所以未曾正式影響佢。但係觀眾有華人家庭，又即係所有細路仔嘅咧，就算而家係入學嗰啲咧，都要對呢個好關注嘅。因為咧，以前嚟講啊，如果係800分係語言方面係咪？另外800分咧係數學方面咧，華人家庭好多時候咧，尤其是佢海外嘅數學根底係非常之好嘅，所以就變咗着數一啲。但係而家咧，咁忽然之間咧有三部分，2部分係語言嚟嘅。冇錯，2部分語言嚟講咧，一部分數學就非常之。你就算你個數學係最好嘅，都會好可能係其他嗰2方面拉低咗。你數學攞800分，嗰2科語言每度攞200分。夾埋都係1200，係啊，咁你總分係2400，你攞1200攞半，咁你入學嘅機會好難。係，所以對於咧係家庭入邊唔係英語為母語嗰啲家庭咧，係非常之受影響嘅，而且覺得係好唔 fair， 好唔公平咁啊！好唔公平。咁陳律師你哋點睇咧？我都係咁睇法。嗱，我啲細路仔已經4個女都已經係讀大學或者畢業㗎啦。咁但係咧對 SAT 嚟講，一般嚟講，由我哋自己攞 SAT 嗰陣時咧，即係到而家呢個時代咧。都覺得咧 SAT 係因為佢唔係測驗你所識嘅嘢，佢測驗咧係所謂你應對嘅嗰種所謂 aptitude。OK， 咁 aptitude 係咩就好難定義嘅。咁所以佢嗰個 SAT 咧就曾經改過名嘅。咁就以前咧一直就承認，一直就堅持話咧 SAT 唔可以教嘅。咁但係最近咧佢哋都承認話 SAT 可以教嘅。咁可以教嘅意思即係可以去 take course、take 班，去參加啲訓練班，咁啊唔係職業訓練，而考試訓練，咁啊訓練到你考呢個試純係個 testing skill 嚟嘅，係啦。咁所以變咗就教係 testing skill 之外咧，就即係變咗你對嗰個即係準確性咧，就係值得懷疑啦。但係咧，即係雖然係好不利啊，但係我諗咧，即係我哋都平穩一啲啦嚇，即係唔好將所有嘅注力都放喺個考 SAT。其他咧，譬如 ACT 仲未改個例嚇，同埋咧就係 SAT 嘅2咧係有中文考，有一科係中文嘅，咁或者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同埋咧，除咗係呢個考試嗰方面咧，喺學校啊，係咪學校咧？如果你係攞個 GPA，即係學校嘅成績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嘅。除咗學分之外咧，可能係參與一啲課外活動啦，同埋咧就係community service。volunteer work 啊，領導才能啊，通咧都可能會造成成個 application。除咗教啲仔女點樣去考好啲呢一個 SAT 試咧，你又仲要參加下嗰啲第樣嘅活動、課外活動啊，或者係自己去參加呢個去老人活動啊，睇下啲老人家啊，照顧下老人家啊，咁自己做下呢啲咁樣嘅事，做下呢啲咁樣嘅
免費嘅嘢啊，咁啊為社會公德好處啊咁。咁希望咧加埋咧，咁啊當然學校成績又好啊，咁啊希望大學收你，就算你 SAT 考得唔係幾好咁嘅意思係咪？同埋咧，你喺學校入邊咧，同老師同埋嗰啲 counselor 咧係多啲聯絡，因為咧有好多時候佢哋幫你寫個推薦書咧，喺嗰個成個申請表格入邊咧，都係佔好大好重㗎。好啊，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咧，都唔能夠話我哋咁講係啱嘅，你亦都好啱，我好贊成係咪？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哋都唔能夠抹殺，就係話夾硬要強迫啲細路哥25分鐘去寫篇英文文章，咁對嗰啲啱啱喺外地嚟，你話英文唔係母語嘅，呢個係唔係幾公平㗎？係咪？咁從即係法律上嚟講，你嘅觀點又點咧？可唔可以咁樣強迫同埋呢個唔公平咁對待嗰啲係非母語嘅英語唔係母語嘅學生嘅細路哥？而家佢好多大學都話或者唔用 SAT 啦。所以呢個即係對呢個試嘅呢個即係準確性咧係有啲爭議啦。即係真正嘅法律上嚟講咧，就唔可以有咩特別嘅行動啦。但係都可以反映我哋嘅意見㗎喎。當然可以反映揾到一個website 係叫 www.fairtest.com， 大家可以去睇睇呢個 site 叫 www.fairtest.com， 佢裏邊有好多關於呢個點樣先至係公平考試嘅原則喺度。好，咁講到呢度咧，我哋咧就總括一句講話咧 ，SAT 嘅試咧，而家開始咧有部分學校收，有部分學校就唔會將佢注重，或者咧唔係點樣用佢嚟到做評估嘅一個標準嚇。但係咧都係最好咧，都係咧大家鼓勵你自己嘅兒子女兒準備入大學嘅咧，都去，既然有得學嘅，好可能去學習下睇點樣 take SAT 啦，take 多幾次啦。如果唔係母語嘅話，咁喺英文方面咧就下啲功夫啦。咁另外咧就要做多啲咧呢一個第樣嘅課餘以外嘅活動啦，參加多啲第樣嘢嘅啦。例如好似做啲 warranty 嘅嘢啦，係咪義務性嘅嘢啦？咁咧就再加上咧同學校方面咧呢啲教職員老師嘅關係好啲咧，好可能佢哋俾你嗰個推薦書又好啲啦。咁樣嘢夾埋咧，希望能夠咧彌補英語問題嚴重嘅非英語做母語嘅同學。咁咧希望呢件事對我哋影響唔會好大。我哋知道數學方面都唔係好緊要嘅。好，咁我講到呢度咧，時間都夠啦，下個禮拜再會啊！